大家好，新一份施政報告就啱啱公布咗啦，我哋一齊睇下今年有咩關於物業按揭貸款嘅措施。首先係未補價單位出租先導計劃，房委會及房協將推出名額3000個嘅先導計劃，允許持有資助單位10年或以上嘅業主喺繳付一筆出租准許費後，將其未補地價嘅單位出租俾合資格嘅白表申請者。第二，未來綠白表配額比例將調整至到50:50。鼓勵更多公屋租戶購買居屋成為業主，居屋同綠置居項目亦將提升大面積單位嘅比例。第三，增加白居二總配額至7000個，新增配額入邊將有一半，即500個撥俾40歲以下嘅青年家庭同一人申請者。第四，放寬轉售限制，新出售嘅居屋及綠置居轉讓限制年期將由目前嘅15年縮短至10年。第五，首次推出長者業主樓換樓計劃，允許年滿60歲及已擁有資助單位10年或以上嘅長者業主免補地價出售現有單位。最後係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，購買住宅物業可計入額維持1000萬，但成交價門檻下調至3000萬。預計呢項措施可進一步引進更多人才，並吸引更多新資金落戶香港，可以進一步帶動豪宅以及非住宅物業嘅交投，對整體物業同埋按揭市場帶嚟提振作用。